喂，呢啲質素，人均2嚿水算係咁啦。放假啦！今日帶大家去開箱民宿啊！嗱，地點咧喺呢個白板神社步行都唔使1分鐘㗎。嗱，咁而家帶大家睇下咧，全棟民宿最大嘅房型先。呢個房型咧係有58平方米，然之後3間房嘅。嗱，房間咧非常之大，瞓2個人絕對冇問題，同埋有一個超大嘅露台。嗱，露台真係非常之大，亦都非常之舒服嘅。嗱，呢度就係第2間房，連接住頭先個露台，大家可以見到咧床尾嘅空間咧非常之大。絕對夠你喺度攤開晒啲貼啊！嗱，客廳嘅部分咧都非常舒服嘅，大家可以坐喺度夜晚飲下酒咁樣樣。嗱，俾大家望多次個客廳啦。嗱，值得一提咧，每間房已經包埋洗衣機俾你洗衫，仲要有洗液提供埋俾你，幾咁細心。嗱，呢度仲有一間雙床房嘅，張床都一啲都唔細噶，一個人瞓嚟講，直頭係優質添啦。嗱，床頭已經係對住白板神社，真係近到不得之了。嗱，採光咧都冇得定嘅，呢個房型咧一家大細真係 fit 晒。嗱，呢間雙人房咧真係好市正噶。嗱，跟住呢個房型咧46平方米2房嘅設計，睇下間房先，都非常之光猛同埋整齊。大家都可以望下客廳嘅地面空間咧，絕對夠你打開好多個篋噶，淨係床中間呢度都開多2個篋啦。嗱，呢間大床房咧採光都非常之光猛嘅，同埋地下咧絕對係可以擺好多個篋噶啦。喂，呢啲質素，人均2嚿水算係咁啦。嗱，廁所空間咧非常之整齊，同埋空間都唔錯嘅。嗱，而家呢間咧就係最細嘅房型，有22平方米嘅。喂，後邊2張沙發好舒服咁喎。嗱，雖然話係最細嘅房型啊，但係地面空間咧一啲都唔細，我覺得開4-5個篋咧完全冇問題。嗱，浴室方面咧絕對係一個合理嘅空間。嗱，咁所以呢間民宿咧，我覺得性價比都真係幾高嘅，人均都係200蚊起，後邊已經係白板神社，樓下已經係有便利店啊、coffee shop 嗰啲，所以唔怕冇靚咖啡飲。呢度再步行去到蘭波地鐵站咧，都可能講緊6至8分鐘；去深齋橋咧，可能都係15分鐘左右。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快啲 book 翻間靚房啦！住夠2晚嘅話，嚟到房間之後同客服聯絡，話睇過呢條片咧，仲會送翻1000嘅EON現金券啊！真啲唔記得講翻聲，數量有限，送完即止啊！嗱，呢個位咧好緊要啦，仲可以俾你寄存行李添。